结婚的时候，就靠那把刀砍了10几个人，追他们17条街。到现在，他们看到那把刀都害怕。牛逼呀！牛逼呀！我以为是谁啊，原来是阿刀啊！别，谁呀？在这大呼小叫的？滚！阿刀，你看你现在多厉害啊，有这么多兄弟了都。兵哥抽烟。哦，不错啊，日子过得很滋润嘛，比你老大阿南强。到底谁呀？阿南是你叫的吗？阿刀，哎，最近兄弟们的火气都很大。那说一句试试。这是兵哥，南哥的大哥。啊，没事，大家都不认识。以后有空去我酒吧喝杯酒。阿刀，哎，来学校干什么？兵哥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就不惊动你了。别拐弯抹角，到底什么事？我有个小弟在这上学，想让我们教训他们的班主任。好，这事我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来处理。兵哥，这我说我来处理，你听不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散。好，走，回见，回见。唉，我真的是在用生命来当好这个班主任。钟凡，你现在不上课，你去哪里啊？我上厕所啊。哎，老师，你鼻子怎么了？刚才上厕所不小心摔了。你不是要上厕所吗？去。好的。哎，刀哥。来了，事情都搞定了，有人去解决。谢刀哥，我都看到了，我们老师已经被修理了。这下你顺心了吧？哎，不过刀哥，这说也奇怪啊，我还没告诉你我们老师是哪个，你们就找对人了。我们是干什么的？也对，我们的事情搞定了，你的呢？哦，来，刀哥。你是打饭要饭的是吗？刀哥，这还不够吗？你用你自己脑子想想，这够吗？别他妈废话，钱包拿出来。来了。哎呦喂，这妞不错嘛。她是我姐，刀哥。你姐是吧？叫出来玩玩。她是我姐，刀哥。钟柏，找你来的不是你老大吗？怎么变这样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还嘴硬。放下。
跟我走。老师，快点儿。校长啊，您到现在还不清楚吗？那个廖学兵他就是一小混混，流氓。现在楼底下聚集了一大批小混混，那都是冲着他来的。校长，如果我们现在再不把廖学兵这种人清除出我们教师队伍，那么日后天天都会有小混混到咱们学校来捣乱的啊！不是校长，您是不相信我是吧？我现在就证明你看，您过来看啊，就在楼底下，大门口这一大，哎，人呢？不是校长，刚才人还在这儿呢。邱主任啊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不是校长，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，回头我查清楚，好不好？邱主任，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证据的。据我所知，你跟廖老师之间有一些误会，是吧？好了，你去忙吧。哦，另外，邱主任，你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好吗？不要总盯着廖学兵，好吗？这样，本来我还想演出苦情戏的，看来这一拳是白挨喽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少废话，走就知道了。哎，我又不早安，你老跟着我干嘛呀？你不告诉我叫什么也行，我送你回去呗。不用。叫什么？啊？钟芊芊，哎，你就是阿刀是吧？哎，你光天化日打了我的学生，现在就想走，不太好吧？那欠债还钱，欠揍还拳。我现在让我的学生打你几拳，你不会还手吧？不还手，不还手。那就好，东北上。上啊！好了，别打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反正打你的还了就好。我讲的你也很明白了，不用再说什么了吧？
怎么样，钟柏，痛快了吧？谢谢你，老师。廖老师，啊，钟老师啊，哦，这么巧啊！哎，钟柏，你到我宁家来了，好好聊聊。我先走了，改天再约啊，再见。小马，你们刚才在这儿干嘛呢？老师刚带我遛弯呢，